朋友喺操場上面玩，栗子手攞住自律大錘行去操場度。同學仔，記得遵守規則啊，保持操場清潔，咁樣大家就可以玩得開開心心啦。同學仔注意啊！喺操場上有秩序，唔可以追逐㗎，咁樣先可以保護大家嘅安全，同時保持自律，都可以令到每一個人玩得開心㗎。栗子，多謝你提醒大家，我會注意㗎。同學仔，我哋今日要討論自律嘅重要性。栗子，你有咩想分享啊？老師，自律就好似我嘅毛髮一樣，黑白分明，象徵住清晰嘅界限。每次我見到同學仔唔守規則，我都會舉高我個自律大錘，提醒佢哋遵守。我覺得自律可以俾我哋學校更有秩序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啲學習啦。我同意，我哋可以透過自律嚟彼此幫助，讓班級變得更好。栗子同埋大強喺走廊上面見到有同學喺度傾偈而唔專心聽書。同學仔，你哋記得要專心學習，咁樣先可以獲取知識。你哋要記得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事，咁樣先可以令到學校更有秩序。栗子，點解你咁堅持啊？因為自律令到我哋嘅生活更有規矩，令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安全同埋快樂。喺操場上面，栗子帶領同學們一齊做自律嘅宣誓。好，大家一齊嚟跟我講，我承諾自律克己，我承諾自律克己，遵守規則，遵守規則，讓我哋嘅學校更美好，讓我哋嘅學校更美好。太好啦！只要大家一齊努力，我哋就可以創造一個井然有序嘅環境啦。同學仔，記得要保持秩序啊！我哋一齊努力，令到學校成為大家快樂嘅地方。喺栗子嘅帶領下，阿斯利維利小學嘅同學們學識咗自律克己嘅重要性。佢哋相信透過自律可以俾學校同社會變得更美好，從而創造一個更美好嘅世界。記住，自律係我哋每個人嘅責任，我哋一齊努力，令到生活更精彩。我會